Hello， 我係中原海外阿 Queen 啊！而家好多香港客都係喺深圳灣口岸過關。今日我就帶客人實地行一次，由過關後步行到地鐵，再到寶安會展灣雲岸，睇下真正嘅深港同城便利。張生，你睇咗好多片，我知道你係中意啲性價比好強嘅樓盤。咁呢一度呢，就係國展南站，我哋啱啱就喺深圳灣用咗30零分鐘就直達呢一度啦。咁呢一個樓盤呢，絕對啱你。我哋而家喺去會展灣雲岸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兩個方法就係喺口岸直接叫車去到項目，大概30分鐘。第二個方法喺深圳灣搭地鐵轉乘20號線嚟到寶安機場，過多個站就嚟到國展南站，出咗站步行5分鐘就嚟到呢個項目啦。之後廣深西部鐵路通車嘅話，由洪水橋出發，預計15分鐘就可以直達前海灣，再搭地鐵5個站就可以嚟到雲岸，1小時灣區生活圈呢一度就真正體驗到啦。喺成個區位方面，近年前海會展灣經濟圈好大嘅發展潛力。前海由原本15萬平方公里擴展到約120萬平方公里，主力向西邊擴展，新增3大板塊嘅定位。而會展灣雲岸正正坐落喺會展新城片區。喺配套方面，會展灣雲岸同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只係一橋之隔。呢個會議中心已經舉辦過好多嘅大型展銷。另外，片區規劃咗國際5星級酒店群，包括咗希爾頓、洲際、皇冠假日呢啲一線嘅品牌。無論係商務接待、展會住宿，全部都一步到位，亦都帶嚟持續穩定嘅租務客源。商業配套方面，搭2個站或者揸車，大概9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嚟到花園里嘅購物中心，裏面已經有80幾家嘅商店進駐，例如華潤萬家、麥當勞、Subway 等等，亦有多家酒樓選擇㗎。加上小區裏面已經有超市同埋食肆，一站式滿足日常消費嘅需要，生活好方便。張生，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一個雲岸嘅示範單位裏邊啦。咁我而家開始咧講翻一啲基本嘅資料俾你聽啊。會展灣雲岸佔地約53000平方米，總建築面積咧係有88000平方米。項目共有914套公寓，而家提供咗開放式至到2房嘅戶型選擇，面積有324尺至到1104尺。由北向嘅單位望出去，享有一線會展中心同埋河景雙重嘅景觀。而另一邊南向單位係望小區景觀，享有寧靜嘅環境。仲有2個超大優勢，係好多投資者同住客都好關注嘅。除咗現樓之外，仲係用民水民電去計算嘅。張生，我哋啱啱睇完幾個戶型圖啦。咁你覺得邊一個戶型係你最喜歡嘅咧？開放式嗰隻。點解咧？因為依家啲人中意全部谷埋一齊，所有嘢方便啊嘛，一眼望晒。發展商咧就俾咗7樓嘅單位我，33.2平方米，原價咧就176萬幾，咁而家咧係一口價66萬4000，咁呢個優惠係有時限嘅噃。我問一問你，阿張生，你會係全款付款啦，還是係做按揭咧？按揭。咁如果做按揭嘅話咧，呢一個公寓單位最多就10年，咁而家最新個利率大概係3.8厘。有一個好消息就係往時咧只可以貸款50%，而家咧係有一個新嘅政策。可以最高做到70%，咁首期咧就只係需要俾30%，然後咧就係10年供款。你係只係需要供4600幾蚊，首期咧係20萬鬆啲啫。張生，我提一提你先，咁就係買樓咧就有一個成本嘅，咁喺香港嚟講咧就叫做印花稅啦，喺國內嚟講咧就契稅。咁契稅咧就係你嗰個成交價3個點，咁就冇其他嘅費用㗎啦。咁嗰啲管理費啊，其他雜費咧？管理費咧就係當你收咗鎖匙之後就開始計啦。咁呢一個嘅物業咧就係7蚊啊，咁啊就會有少少嘅維修費，咁就乘翻你個平方米，咁就係等於你每一個月交嘅管理費嘅。如果我買嚟我唔自住出租咧，咁管理費咧就係個租客俾嘅，就唔使你俾嘅。會唔會幫我揾埋租客咧？如果我出租嘅話，呢一個項目本身就有 agent 公司接咗業主嘅盤，就即刻去揾租客㗎啦。租金方面每個月租大概2200至到2300不等。咁如果紅本咧？因為咧呢個項目咧就係現樓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交晒樓款，做咗按揭，俾晒呢個契稅，咁你就可以攞到個紅本㗎啦。而家發展商咧仲有限時嘅春節優惠，就係送物業管理費。觀眾，如果你想67萬買到深圳寶安嘅物業，快啲嚟聯絡我哋啦！